台中有民众走去自助洗衫店的烘衫机内面耍，朋友佫替伊关门拍开机器，互这个烘衫机开始转。而且呢，这个人佫把这个影片铺上网络，背书是要电共款。洗衫店的业者就讲，安尼洗做机器有可能会歹去，人也有可能会一氧化碳中毒。医生也讲，这内面有可能会烧烫伤，千万唔通模糊。自助洗衫店内，一个查甫人软伫洗衫槽内，锁了伊的朋友关上门，也试开关，人倒伫内底缀咧转，起起哗哗吵闹的过程，全拢放伫网络。代志发生伫七十地点伫台中，引起网友批评声音，民众看到也感觉真对。太危险了，对，太危险了，因为这样人应该不舒服吧？如果机器故障什么的，因为这是大家烘衣服的地方，进去有一点不太卫生吧。自助洗衫店一般拢是无人管理，洗脱行拢靠家己投钱，定看会创治，包括调工刷动别人的衫仔，开门互衫仔落落来，将饮料等液体倒入洗洁槽顶行为。即摆竟然有人直接软伫洗衫槽，其他业者会都讲，一台机器大约爱20万，这款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洗衫槽害气、甲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。一转它一定会烧那个瓦斯出来嘛，尤其他把自己关在里面，他的瓦斯就闷在里面，一氧化碳就刚好吸进去啊。他如果运作1分钟，他马上就昏倒了除了肢体的一些烧烫伤之外，甚至有可能时间待久的话，会有一些热衰竭甚至中暑脱水的风险。专家提醒民众秘入洗衫槽内时间久，也有可能会有烧烫伤、裂衰竭。有密闭空间、惊吓症的人，也会引起心脏、皮肤菜、喘气困难等症头。错误示范千万唔通学，若造成机器故障，若有公安记录，恐惊都要面对业者的讨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